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开始今天历代志上的共读。我们要请心敏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忙碌的一天当中，能再次拨出时间来亲近你，共读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远远大过我们可能面对的所有的境况。求主帮助我们，把你放在生命的首位，并献上时间与你有紧密的连结，有目标的过生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在历代志上已经快要进入尾声紧接着就是历代志下。那在历代志下，他就会看到这些以色列的19个王的当中，从大卫、所罗门之后，那这些王与神之间的关系，果然就是以大卫当作标准那我们也要在读历代志下之前，我们来把历代志上做一个很快速的回顾。历代志上总共就是分成2个部分，1到9章是讲到家谱，那10到29章就是讲到大卫的事迹，而整个大卫就是以色列领袖的标准。那我们在第一天讲到的是历代志上讲到亚当到以色列的家谱，包括洪水之前、洪水之后，然后到亚伯拉罕、以扫的这些的家谱名单。那我们在第2章到第2章到第4章，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被掳之前的这些的家谱的名单，有犹大支派，有大卫家谱。第3章还有第4章是在记犹大支派的家谱。那后来我们又看到了在第4章到第5章讲到关于西缅支派，还有约旦河东的吕便、迦得，还有马拿西支派的家谱。那在第6章，我们看到是整个利未人和祭司的家谱，还有包括他们的城邑，利未人所居住的地方，还有他们所得到的城邑。那在第7章，我们对照地图看到有其他的支派，以萨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马拿西、以法莲、亚设，那这些支派都按照当初约书亚进迦南地所分给他们的，而他们得地为业，同时他们也在那地方继续来生养上帝的儿女，继续在那边来传承上帝给他们的使命和信息。那在第8章，我们读到的是便雅悯支派，那从便雅悯支派一路连接到扫罗，那扫罗就是以色列的第1个王，那也看到扫罗王的家谱。那到第9章，我们读到了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众人，所以他把这个中间先拉到被掳归回，就是历代志写作的那个时段。那里面看到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还有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便雅悯人，被掳归回的祭司，被掳归回的利未人。那还有就是第9章后面再讲到被掳这些扫罗的家谱的陈述。那后面第10章，那就是进入大卫的部分。那大卫部分从扫罗的死开始，所以第10章上半段讲到扫罗的死，11章之后呢，就进入了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在希伯伦，然后约押成为以色列的元帅，在耶路撒冷。那在大卫在希伯伦勇士名单有3巨头，有30个勇士，亚比筛、比拿雅这些的名单。那在12章看到的是大卫早期在旷野山寨喜格拉时期的勇士名单，那就是回溯到大卫在对扫罗追杀的时期，然后那些投奔大卫的人的名单。然后到12章的下半段是设立做大卫王这些以色列人的名单，军队的名单，然后他们在希伯伦庆祝大卫做王。13章就是大卫他这个王位稳固之后，他想要运送约柜进入耶路撒冷，那这运送的过程第一次失败。那14章是第2次这个大卫希望运送。那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有大卫盖宫殿的事件，是泰尔王西兰的协助，然后还有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下的这些儿子，还有大卫他怎么样在战争上胜过非利士人。而15章是大卫再一次迎接约柜，所以在撒母耳记记载是同一章，但是在历代志就是分了2章来记载，而且记载非常的详细，包括如何迎接，如何预备利未人、利未的领袖，如何做诗班乐队，然后如何率领
大卫亲自率领从俄别以东家中一路抬到耶路撒冷城中，并且也把约柜安置在耶路撒冷大卫的帐幕，然后最后大卫来分送礼物祝福，当中有大卫的老婆米甲的事件。那16章后半段就是约柜好之后，大卫也安设这些约柜前音乐侍奉的利未人，诗歌写诗，然后作诗。然后我们16章读了这首诗，来自于诗篇105篇、96篇、106篇。那大卫同时也分了2批人，一批是在基遍的会幕敬拜服侍，一批是在耶路撒冷的约柜前面来服侍。17章讲到大卫想要盖圣殿这个故事的开始。那但是虽然上帝拒绝，但是允许大卫的后裔要继续在这个王位上，所以这也是17章是大卫之约，而大卫也献上感恩。那18章就是大卫在西东北南，就是他的四境这些的仇敌，他如何来平定，同时也让这些外敌不敢来侵犯。其实也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约柜在耶路撒冷当中。还有大卫的这些的主要的官员在18章的名单当中。19章继续讲到在东边的亚门人、北边的亚兰人，还有西边的非利士人，大卫怎么样来平定他们的这些的过程。然后这是19、20、21章讲到大卫他犯罪，那就是数点百姓。那在历代志当中，大卫的其实像拔示巴事件这些事件都是没有被提起，但是数点百姓这件事情还是有提起。那大卫数点出来结果，那以及上帝让大卫选择处罚的方式，最后毁灭天使要毁灭耶路撒冷。那这个上帝也开了一条路，因为大卫披麻认罪悔改，所以上帝给大卫一个机会，就是让他去买下耶布斯人的禾场，在那边筑坛献祭。而这个地方呢，也成为后来建造圣殿的地方。这是第21章。22章就是大卫预备各样建造圣殿的材料。那这个就是讲到大卫年老的时候，那他的王位，他知道他不能建造圣殿，所以他积极的用心预备。然后当时他也交代了所罗门要为上帝来建造圣殿。所罗门也成为这个还有大卫也吩咐以色列的领袖要协助所罗门。23章讲到所罗门第一次被设立为王，然后并且数点了利未人，然后这些30岁后来变成20岁以上的利未人都数点，而且都被安排在协助祭司圣殿的事务。24章讲到大卫他的这个祭司的班次，还有利未人的班次。祭司当然是做献祭，利未人就是做圣殿各样的服事。然后看到歌辖的子孙、米拉利的子孙，然后音乐服事的利未人25章，然后抽签这个音乐的班次也是24班次。然后在利未人当中也有守库房的、圣殿的门口的、管理库房的，然后还有看到这些的官长，还有士师的这些利未人做领袖、做审判官。那是利未人他们的工作也在大卫治理下非常的丰富。27章讲到大卫他的国家的行政官，那还有按月轮值来到耶路撒冷，保家卫国的这些军队，大部分是犹大支派，还有大卫12支派的宗族，包括有祭司，包括有利未人。那这些宗族的族长，那还有就是大卫的他的文武百官12个部长，还有他的5个很重要的亲信，大卫贴近在大卫的身边。这是27章。那这里从28章讲到大卫他把整个国家那整个政治、宗教、经济、社会都安定。那他要来交棒，所以他先嘱咐众首领要协助所罗门建造圣殿。这是昨天的28章。然后还有28章的后面，大卫对所罗门来讲他的遗嘱。那讲到大卫对所罗门所说的话，从28章的第11节一直到21节。那嘱咐完之后是29章，大卫他也再次对全会众表明他的心态、奉献的心志，然后邀请众人一起来奉献。那我们昨天不小心把今天的经文都读完，但是今天还是可以再看一次。那所以这是我们到今天27章27天，第27天就要讲28章的这个部分，就是大卫对所罗门最后的交代，以及大卫对所有的会众的呼吁。那我们一样请心理来带我们读今天的经文。那我们先读28章的部分，28章的最后2节，从20节和21节。
好，20节，大卫王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要坚强勇敢，你现在动工，不要害怕，也不要沮丧。我所侍奉的主上帝与你同在，他不会丢弃你，他要与你同在，直到你完成建殿的工作。”21节，祭司和利未人被派在圣殿担任职务，熟练的工匠都乐意帮助你，人民和民间领袖都听候你的命令。好，谢谢。好，那在这个对大卫对所罗门的指示以前，好是讲到大卫对所罗门献殿如何建造，好，包括上帝如何指示，还有大卫自己得到的灵感，好，然后得到这些应该要怎么样来摆设，好，其实也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好，那这一切呢，在昨天的28章的19节，大卫王说，这一切工作都是根据上主亲自对我指示，好，或者说用手所写或是画出来的文件，或是这些的书册，好，所以是大卫是有个蓝图，是一个架构。20章就大卫对所罗门说，好，要坚强，要勇敢，好，现在要动工。好，那么昨天有看到摩西如何吩咐约书亚，今天大卫也如何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好，因为上主要与他同在。好，同在呢，好，就是代表这两个意思，同在代表上帝不会丢弃你，好，然后呢，上帝也不会撇下你，好，要与你同在。所以让所罗门知道说，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不是他单独一个人工作，即便大卫死了，但是上帝会继续的与所罗门同工，不会撇下所罗门一个人，也不会丢弃所罗门。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完成所有的建殿的工作。那再一次，大卫告诉所罗门说，他也是有同伴的，最重要的同伴，好，不是这些的军官，不是这些的行政院长，好，不是这些的部长。最重要的军官，最重要的同伴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好，那大卫都已经分派他们，好，然后也在圣殿担任职务，还有这些的建造的工匠都是预备好要来帮助所罗门，好，来完成上帝的呼召和旨意。好，所以甚至呢，连人民和民间的领袖。所以再次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大卫的预备真的是非常的透彻，只他自己不能盖，否则大卫的手中绝对可以盖完这样的圣殿。好，但是大卫也非常的谨慎警醒，他不愿意去破坏上帝给他的限制，所以他是完全让他的儿子全权来盖。但是大卫能够做就是不断的预备，不断的预备。好，那我们再看第29章。好，那我们先请西米带我们来读29章的1到5节。好，29章1到5节，大卫王向全体会众宣告：我的儿子所罗门是上帝拣选的，但他还年轻，缺乏经验。他所要完成的工程非常艰巨，因为这不是造给人住的宫殿，而是为主上帝造的圣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为这圣殿准备材料，有金银铜铁、木材、贵重的石块、宝石、拼花的石头和无数的大理石。我除了预备这些以外，还从我个人的财产中拿出银子和金子来，因为我爱上帝的圣殿。我拿出100多公吨最好的金子和大约240公吨纯银子来装饰圣殿的墙，以及供给各工匠铸造器物的需要。现在谁乐意慷慨奉献礼物给上主呢？好，谢谢。那在29章看到了，跟我们在读到22章是非常的相像哦，就是那时候大卫已经开始要预备。好，那大卫也对所罗门的这个可以看见说所罗门22章说所罗门年轻又没有经验。那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是20岁，所以这时候所罗门还没有做王，所以大概就是在20岁以前。好，所罗门这个年纪，好，所以就是还年幼，还脆弱，但是要建造圣殿的工程何等浩大，光这些运来运去的这些的金银铜铁，这些的木头，这些的石头，就已经是不是一个年轻人好可以来完成的。
所以在22章大卫拼命的预备，那到29章呢，就是大卫他已经预备好，而且呢他都已经万事俱备，只欠所罗门长大，所以在29章的地方，大卫交代所罗门之后，那他就再回来宣告，对全体的会众来宣告，再次说我的儿子是年轻缺乏经验，所以因为虽然前面有看到24章所罗门被高作为王但是我们会到明天看到他们再一次在大卫这样子宣布之后，再一次又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所以所罗门做王这个时候可能是在接近20岁或是20岁的这个年纪，所以大卫还是提醒众人，他要完成的工作是艰巨的，而且这圣殿不是国王住的宫殿，而是神的殿，是主上帝建造的圣殿，所以是要用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力气来荣耀上帝。所以大卫自己本身就是做了最大的努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他努力的过程，甚至大卫不是用公款，不是用公家的，他用他个人的财产，所以我们也看见大卫个人的财产是不得了，他个人财产就可以拿出黄金，最好的黄金是100多公吨，那么昨天有稍微解释，这个100多公吨是换算单位，他连得，那对于他连得这个单位，那有的学者的认定，说那个时候怎么样，这不可能有100多公吨，但是有的认为那就是100公吨，那但是3000他连得，这个俄斐的金子，俄斐的意思就是这个最好的黄金，然后呢银子也有240多公吨，那就是这样子这么大的资源，那大卫都是他个人的财产所以他到底有多少的财产？或许这就在大卫名下的，或是人民要捐献，或是大卫战争得来的很多的途径，但是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这一切他没有藏私，这一切他也没有拿去挥霍，这一切他都是为了要建造上帝的殿，要来奉献给上帝。所以呢，包括这些的工匠，这一些的铸造所需要的物品，大卫认为这些是他为了荣耀上帝，并不是上帝缺这一些的，所以这整个奉献跟当初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的奉献可以非常相像，就是出埃及记摩西他在呼召人民来奉献的时候，大家也是把他们的身上从埃及带出来的东西，大家都乐意奉献到上帝的会幕，所以摩西就运用这些的会幕来使用，甚至奉献到一个程度，摩西还说要大家停止奉献，要大家不要再奉献了，所以他们就有了这些摩西的会幕的资源。那同样大卫呢，这次他也是带头乐意慷慨的奉献，而不是跟上帝计较。所以呢，我们再来看最后的第6节到第9节奉献的结果。请新敏带我们来读。第6节，于是各宗族族长、各支族官长、1000人和100人的指挥官、王室财产的主管等都乐意。第7节，为圣殿工程奉献礼物，有170多公吨金子，340多公吨银子，大约620公吨铜和3400公吨铁。有宝石的人都把它捐出来，放进圣殿宝库，由革顺族的利未人耶歇管理。人民乐意献给上主，大家都高兴有那么多东西奉献出来，大卫王也非常欢喜。所以大卫抛砖引玉，那这些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人民他们奉献心力那还胜过了大卫，所以大卫真的是很会运用资源，用上帝给他5000，然后怎么样赚得另外的5000，然后都是统统归到上帝的家中。所以这些金子在今天这个年代早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但是呢，在圣经当中留下这美好的记录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地上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都会过去，但是在上帝的家中的奉献，堆积财宝在天上，这一切都是保存到永恒所以在上帝的家中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多捐的一些钱，然后我们就会减少，或是这些我们就会损失。当我们乐意像大卫这样的奉献，其实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祝福不断。那刚才讲到就是出埃及记35章，就是摩西呼吁百姓为会幕来奉献，所以到最后摩西他都要停止，叫大家不要再带奉献来，因为一切的都是非常丰富。那也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带出来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所以上帝的家并不是靠几个人建造起来，也不是靠大卫一个人，而是大卫真的是邀请全国的人民，全部的百姓一起来参与上帝家的建造。同样在今天的教会，也不是只有靠少数的人在奉献，靠少数的人，靠管理的人，靠做工的人，那他们在建造教会，而是要像摩西像大卫，是邀请百姓，邀请众弟兄姐妹，大家积少成多。所以这个穷寡妇的2个小钱的奉献，在普天下也要被纪念，如同我们今天在纪念大卫那时代的奉献，也顺便纪念到摩西那个时代人民的奉献，而且大家的奉献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勉强，不是为难，而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这个历代志上快要结束的情境，也是在大卫的一生风风雨雨，大卫有人生的高山低谷挫败，甚至他最后差一点被这个瘟疫差一点被毁灭，这样当中，但是大卫最后留下来的还是在历代志让我们看到大卫留下来的他做这些美好的善功还有事工所以我们明天就会把历代志上读完，然后接着就要进入到历代志下，就是进入到所罗门王的部分，然后就会开始从所罗门之后19个王，然后一个王后，那他们怎么样连接大卫或是连接不到大卫，但是上帝都在，上帝的标准都一样，所以让我们牢牢的记住大卫就是最好的标准。大卫现在所做的，我们读历代志上所读到一切，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在读历代志下看到说，哎呀，这些王他们怎么没有像大卫，或是他们像大卫，有这样一点愿意像大卫，上帝就喜悦，上帝就同在，上帝就祝福。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读到28章和29章的经文，也让我们在整个历代志上的经文来做一次的回顾。感谢你带你们在这将近4个礼拜的当中我们从对这些人物的陌生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渐渐的熟悉，特别大卫他好像再次活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成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也让我们看见大卫在神的面前何等的尽心尽力。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都有一个大卫的心并且也能够效法大卫对神的敬拜，对神的忠心，还有对神的慷慨奉献，让我们都学习乐意把最好的来奉献给你，并且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而相信神你也要把所给大卫的应许也要应许给每一位神你的儿女，让我们都能够得着那属天的祝福，属灵的传承，还有那永远的福气和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拜拜。谢谢牧师，谢谢牧师。